隨住人口老化，長者嘅照顧問題成為好多家庭關注嘅焦點。為咗減輕納稅人喺長者住宿照顧方面嘅經濟負擔，稅務局允許符合條件嘅納稅人申請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，從而減少其應納稅所得額。但係，該項扣除具有一定嘅條件同規定，以下為你釐清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嘅相關規定，令你更有效咁規劃稅務。首先，如果有多名納稅人合資格就同一名父母申請長者住宿照顧嘅扣除，你同其他納稅人必須協商由邊一位申請者提出該項扣除。若你哋無法達成一致，則任何人都唔會獲考慮扣除。呢條規定為咗避免重複申請，確保稅收系統嘅公正同合理。其次，假如你嘅父母居住喺院舍，而院舍徵收嘅費用完全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嘅津貼支付，咁你就唔可以就該支出獲得扣除。儘管你喺其他方面可能對該名父母支付咗生活費，呢啲支出並唔符合申請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條件，但係你仍然可以申請供養父母嘅免稅額。而若納稅人嘅父母喺年終滿60歲並居住喺院舍，而其費用由納稅人支付，亦可於該課稅年度內獲得稅務扣除，最高為10萬元。最後，建議你保留相關嘅付款證明同文件，以便日後提供俾稅務機關進行查證。另外，稅務局可能會向社會福利署查詢有關資料，以確認申請嘅有效性。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 CK。